仲軒，你又朝思暮想緊啲乜嘢啊？人哋問緊你嘢啊，快啲覆人哋啦！我喺度回想緊上星期上太平山山頂嘅景色，我哋一齊睇下。當日嘅天氣帶住毛毛雨，雨水同雲霧喺樹與樹之間穿過，特別有意境。而我記得當中仲經過一個小瀑布。咁你哋又知唔知以前古代嘅人都中意透過行山作詩同作畫㗎？我知道啊，嗰位瀑布就好似唐代詩人李白形容廬山瀑布嘅名句：飛流直下3000尺，疑似銀河落九天，無疑形塑咗廬山雄偉嘅形象啦。至於畫作，就睇下明代嘅畫家岑州呢一幅畫廬山高，係經過對於詩句嘅意象加入自己嘅想像而創作嘅。其中構圖更加會用咗高遠式嘅描繪方法，同時都係講緊岑州將呢幅作品送俾佢嘅老師，對老師嘅高山仰止之情啊！畫面中整體係以乾筆、層疊、皺刷為主，令成個畫面氣氛更加氣勢連貫啊！而喺畫面嘅前方，一人仰望瀑布，靈感就係來自於李白望廬山瀑布嘅情景啦。李白用放大鏡先睇到喎。嘿，畫作嘅安排正正能夠表現出廬山嘅壯大，能夠顯現大自然嘅力量。呢一種手法源自於中國傳統文化，天人合一、順常自然，就係追求與大自然和睦共處嘅境界。講咗咁耐古人嘅畫作，咁你又知唔知我哋學校同學嘅畫作係點嘅先？我哋嚟一齊嚟欣賞下中山同學嘅山水畫作啦！